主后2024年10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对我讲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耶利米书40章第10到41章第10节。巴比伦王的侍卫长尼布撒拉旦伫拉玛甲耶利米放出去以后，上主有对耶利米讲话。耶利米互人用链仔链地，甲遐耶路撒冷人以及犹太人做伙，要互人掠去巴比伦。尼布撒拉旦叫耶利米来，对伊讲：上主你的上帝要警告，要降灾祸互即个所在。但上主果然照伊所讲的做，这是因为恁得罪上主，无听趁伊的话，这代志才会临到恁。当我将链伫你的手的链仔拔起来，你若看甲我做伙去巴比伦好，就来去，我会好好啊甲你照顾；若无爱去，就毋免去。你看土地遮宽，你爱去倒位就通去。耶利米还未离开以前，尼布撒拉旦阁甲伊讲：你嘛会用得倒去沙番的孙哀甘的囝基大利遐。巴比伦王已经指派伊伫你犹大逐城镇。你通住伫恁的同胞中间，也是你看倒位较拄好，就通去遐。侍卫长就送勒米甲牛虱互耶利米，互伊自由离开。耶利米就去米斯巴，去阿伊甘的囝基大利遐，甲伊做伙住伫村落内的同胞中间。伫野外，遐个无投降巴比伦的军官甲因的部下，听到巴比伦王指派阿伊甘的囝基大利做迄地区的省长。伫你无掠去巴比伦的查甫人、囡仔，甲迄所在非常善车的人，就来米斯巴见基大利。遮个军官包括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、加利亚的囝约哈南甲约拿丹、丹户密的囝西莱雅、尼多法人以非的囝儿马加人亚撒尼亚以及因的部下。沙番的孙阿伊甘的囝基大利对遐个军官甲因的部下咒詛讲：毋免惊服侍巴比伦人，做恁住踮即个所在，互巴比伦王管，恁就会平安无事。我会住伫米斯巴，伺候遐个来咱遮的巴比伦人。毋过恁着接住一寡酒、油，甲热天的果子，收踮器躯内面，搁住伫恁占的城镇。遐个伫摩押、阿门、以东地区甲逐国的犹大人，听到巴比伦王无消灭所有的犹大人，搁派沙番的孙阿伊甘的囝基大利做省长，因就对互人赶去的逐所在倒来犹大地的米斯巴去基大利遐。因拢有收藏真侪酒甲热天的果子。加利亚的囝约哈南甲遐个伫野外的军官来米斯巴见基大利，对伊讲：阿门王巴利斯有派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来要杀你，你减知？阿伊甘的囝基大利毋信因的话。加利亚的囝约哈南伫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讲：请允准我去杀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，一定无人会知影即个代志。
阿伊甘的囝基大利甲加利亚的囝约翰兰讲：你毋通做即款代志，你所讲关系以实玛利的话无影。7月，犹大王王家的后代嘛是官员伊利沙玛的孙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带10个人来米苏巴见阿伊甘的囝基大利，因伫米苏巴做伙食饭的时，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甲迄10个甲伊做伙来的人，用刀杀死巴比伦王指派做省长沙番的孙阿伊甘的囝基大利。以实玛利嘛杀死伫米苏巴所有甲基大利做伙的犹大人，以及住在伫遐的巴比伦军兵。隔日，人还毋知基大利受暗杀的事，有80个人对事件示落撒玛利亚来到米苏巴，因剃喙手、拆破衫，挂上家己的身躯，带素祭甲乳香，要去上主的圣殿献祭。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对米苏巴出来，哪行哪吼去迎接因。以实玛利拄着因，就对因讲：请来见阿伊甘的囝基大利。因一个入城，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甲伊的部下就杀死遐个人，甲因的身尸迄伫打去的跳水池。迄80个人中间有10个对以实玛利讲：毋通甲阮杀死，阮有藏大麦、小麦、油甲蜜伫园呢。伊就停手，无将这10个人甲其他的同伴做伙杀死。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将遐个因为基大利的缘故，互伊杀死的人的身尸，拢迄落去跳水池，迄甲甜甜甜。这个跳水池是以前犹大王亚撒为着防卫北国以色列王巴沙挖的。以实玛利将米苏巴村落来的人民，包括西底家王的查某囝，甲还住伫米苏巴的人，拢掠起来。这个村落内的人是侍卫长尼布撒拉旦交代阿伊甘的囝基大利管理的。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要将这个人拢掠去阿门人遐。上主对我讲话。今仔日这段经文中，耶利米回顾伫拿玛受巴比伦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透放的经过。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语词，就是上主对我讲话。先知领受上帝的信息是理所当然的代志。总是这段讲述中讲到关系上主对我讲话的情景，讲话的毋是先知耶利米，是尼布撒拉旦。耶利米书40章第2节讲到，尼布撒拉旦甲耶利米叫到边仔，对伊讲到这段话：上主，你的上帝要警告，要降灾祸予这个所在。他上主果然照伊所讲的做，这是因为恁得罪上主，无听趁伊的话，这个代志才会临到恁。当我将链伫你的手的链仔拔起来，你若看甲我做伙去巴比伦好，就来去。我会好好啊甲你照顾，若无爱去，就毋免去。你看土地遮阔，你爱去倒位就通去。尼布撒拉旦讲的这段话，若像上主甲尼希米的应允和保证。咱若无对着经文脉络来读，
会掠做尼布撒拉旦和耶利米是友好的旧识。当伊对耶利米讲即段话，充满对耶利米的敬重，甲犹大的达官显要，动袂动就爱耶利米死的威胁、恐吓，有天壤之别，读起来特别有意思。对犹大人的角度来看，尼布撒拉旦是率领军队攻打因的敌军将领，是互因国破家亡的仇敌。总是现今踮伫耶利米眼前的即位巴比伦护卫长，却亲像上帝派来的天使长，对着上帝的仆人宣布：你要得释放，阁有充分的自由权，通做决定，一切按照你的心意做决定。尼布撒拉旦伫释放耶利米了后，甚至还送来礼物甲女仆需要的粮食。这画面看起来真大心，阁真温暖。耶利米并毋是一个宗教投机者，看到倒位有好处就往倒位靠去。反倒转，伊领受上帝的信息，该讲甚物伊就讲甚物。耶利米极力劝诫犹大人爱放弃邪恶的生活，爱做正直的事，毋通拜别个神明来服侍因。伊的喊法亲像要甲沉困的狮仔叫醒的号角声，无想到即只狮仔好亲像毋愿起床的囡仔，互叫醒了后充满起床的受气。不断拆架攻击耶利米。反观即位巴比伦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，伊对耶利米展现的样貌，亲像一位风度翩翩的大将，带着极度的尊重甲敬意，善待受掠的囚犯耶利米，搁解除伊身上的枷锁，互伊重新得到自由。伫充满混乱、争战的生活中，上主安怎向咱讲话？咱安怎聆听来自上主的声音呢？伫咱忠心侍奉主却无受接纳，反倒遭受恶意攻击的时，互咱继续坚持的力量和信念是甚物呢？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要安怎辨识上主对我讲的话，搁具体回应？伫生活中，我要安怎辨识上主对我讲的话，搁具体做回应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你经常借着环境向我讲话，有时阵甚至透过无共立场的人传达信息互我。求你帮助我详细聆听，辨识遐个出自你良善美好的旨意，搁乐意采取行动回应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